詐騙集團是連公家機關都咧騙，有這詐騙集團是假做台東衛生局的局長，甲過家講有人要捐錢給衛生局，錢數匯唔到去，愛共匯倒轉去。加在這過家是去甲局長本人確認，才無去互關去。另外，這台東的熱氣球節也去互詐騙集團假名騙過資。台東縣警察局統計，今年6月專管防詐騙的金額比去年同期減少900多萬，不過總金額也是有2000多萬。基檢警詐騙是上濟，警方閣發現詐騙集團即馬閣會騙公家機關。最近都發生有人假捐錢予衛生局，講金額匯唔到去，閣冒用局長的名，要求職員家己一個假的工作群組，把錢匯轉去指定的口座。加在職員警覺，勇敢向局長求證，予詐騙失敗。要求我們在群組裡面提供那個目前有的那個機關賬號餘額是多少，然後因為那個群組裡面同時有機關長官跟外部的人員，然後我們想說這個訊息其實不適合透露給外面的人員知道。甲公家機關詐騙有關係案件，台東最近也有一宗，因為台東縣辦熱氣球節活動，有賣大家含200個縮小版的造型熱氣球，真受歡迎。多人假做會當網絡代買，需要提供個資，有不少網友警覺發現，這可能是騙個資的手段。以賣貨變的方式，然後請我們來送這項商品，然後叫我們要填一些個資，這樣，所以就有點警覺啊，就趕快就是取消這個交易。所有相關的熱氣球相關的商品，目前只有在鹿野高台我們的專賣店有販售。台東縣警局強調，詐騙的手法是一直有變化，想要預防就是賣飼網絡來源不明的鏈接，而且愛加查證，較免互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